自动创到社会，感情总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相济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恁送我的花，感谢恁所讲的话，无论情我亲爱我亲，总是相爱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刺破月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外酸苦外酸，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过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不愿受悔，甘愿受罪。若讲痴情，阮是世间的最后一个。介绍这个未介绍的查某互我做好意，上少你嘛介绍一个中国的，介绍这个澳国的。傲骨，嘿，无啊，真正上，我问你吼，啊你拄仔看到伊的时阵，你安怎讲？水赞变，啊你牵着伊手的时阵，你有啥物感觉？触电会着。那安尼你敢讲伊无卖着，伊无人咧疑心？再讲，你嘛甲看卖去，你忍心袂去伊哦？哈？你要讲互伊倒转迄个所在，啊，互遐个罗麻甲爬去暗厅去趁你垃圾钱？妈，你莫哭啊啦！真正上啊！啊，你是要爬去死心？爸，爱当时流啦，啊若无你就做无良心的。你啦，爸，哪呢？你是原谅妈妈？原谅妈妈。无啦，免去原谅。真上啊！你心肝敢遮尔凶？毋是讲我心肝凶啦，我是无法度袂记伊过去的行为啦。我结婚老，佮缀少年家去享受，放我家己一个孤孤单单，偌可怜的，你知无？爸，免爸啦，啊，迄是伊太绝情了，我是要安怎原谅伊啦？你去甲带走，啊，若无我甲抛出去。走，我走，我来走。喂！你遐伤心到伫遮啊？借问你是啥物人吼？你讲我是啥人？啊？倒一个是真相啊？哈？倒一个？你带出去啦？我本人。阮哪哪里？你困哪来啊？唔记得什么？什么？你这个查某人哈，你这好胆的呢？趁阮大个无注意的时阵，窜来遮，啊？你活了谁啊？你啊！哎，你怕冲人啊？你来阮兜怕人？罗麻呢？你是罗麻？罗麻是你咧叫的哦，哈！前两天有一个人讲这句话，叫我拖去山顶甲咔，害我去互网啊定个死啦！先受伤。喂，看就看，哪样讲哦？我跟你骗，我跟你讲。我拜托
了下你，你会去死，才会了下你。行。老马先生，不是，这给他大啊？你要带去倒位？我一等来去探视，互阮兄弟啊开啊安怎？啊！哎呦，当这哦，这老啊，不破病，不离离啦啦，你倒去趁迄落钱哦。啊，你敢袂收价？夭寿？对啦，甲阮爸同款样。你点点？哎，老马先生，不是，这鸡仔大，不是，这鸡仔细。我甲你讲哦，你若敢甲伊带走，我就甲你拼死死。什么？拼死死？你规气讲找死？今仔日不管是会活会死啦，啊！伊今仔日在我厝内面，就是我的宝。对，爸，是你的太太，把你拼落去。好，我看我若无甲你教死一个是袂使。哼！你就是讲我斗底，这人较斗就是拳头底咧。哦，你死老麻，我死！爸，你哪边跑？拍到谁来了啦？拍较细咧，你拍较大咧，拍较细咧，我死！打，你干嘛？阿定呢？阿弟，那就讲不准。什么人讲我是你阿弟？哈？我是迄落下港的迄落乌狗熊啊啦！啊，你唔通叫伊朋友，伊的声音我认会出来。这心口有成就对咧。有成啊！我来个拢成啦！你唔是成，你根本就是阿弟。好啊，哦，恁大家安尼设计，叫阿弟来假罗麻啊，来甲伊拍，来甲伊掠，要互我同情，要互我收留伊。我甲你讲啦，除了你死啦，无免讲啦。本来已经成功啊啦，谁知哦，我这个死讲完的吼，认出来阿弟是假流氓啦，规个代志吼，有甲害去啊啦。你个拍，看个亲像牛咧叫的。我是来艰苦嘛。你若艰苦，说要去死好啊啦。怪伊，莫甲伊放。伊真正也毋知影代志的真相，人要怪，那么怪我家己妈。小弟，真多谢你安尼甲我斗死安尼讲来，我房间内面休困。我来做啥工？你甲我闪开啦！你还靠面头见阮哦！我看哦，你规日去地下小鬼仔哭，啊无去死死好啦！喂，啊，请问要写啥？啊，请问阿弟敢有伫？哦，伊内底呢，无我来甲叫吼。唔免啦，我就是建设公司的董事长，麻烦请你甲讲一下吼，我下晡会去当地甲行行看看咧。哦，好，再见。毋过个还未结束的，我都毋是搁会吐槽，去咱着手机针啊！拍一个电话叫张医师来一下。嘿，这届换了
和帅哥亲一下安尼。局长，不该是你。哎呦，啥无啥对哦，敢会吐腿啊？哦，这唔正经啦，昨互你亲一盖尔，你搁无讲哈？哦，你要甲我讲，你含阿妹伫遐你算心唔顾计晓，啊算我袂煞，嘿，啊搁亲唔着人啊？哎，对，亲唔着人啊，无哪有可能安接老啊？你讲我啦？无老，手机嘛，一点仔拢无老。你哦比恁阿妹更较水、更较幼气、更较少年，你比伊更较扁，安尼无？那安尼你就想要对我乱来？无可能啦！我若乱来了找幼气的，哪会找欧巴桑？欧巴桑，你赶出去！舅舅，你看我你个来客哦！后干吼，赶过来阮家恁学袂来无？阿弟啊，我有一件代志吼，袂记甲你讲。你啥哪？拄着叫鸡背啊，摸几下棍吼，足疼的了。有要紧无？不要紧啦，有较好啊啦。无你先听咧，我来叫隔壁先甲你看卖，哈。唔免啦。阿妹啊，多谢你甲我关心吼。应该啦。应该哦。我吼是惊你死伫阮兜啦。原来你是惊我死伫咧恁兜吼。我着讲嘛，我毋是招家讲的，你哪会甲我关心？当然咯，该关心你的人吼是水花啊嘛。水花啊，人水花哦，起码袂亲像某一个查某人，佫会诱拐查甫人。对嘛，人阮家教吼嘛袂亲像某某先生共款吼，被爱人被佫地残啦。要爱人要地产，哪有啥物好见笑的？无亲像人迄个死翁的吼，佫瘦白白的吼，啊佫会诱拐查甫人，啊，迄才是见笑。瘦白白，是安尼，诱拐查某人，这么无教养的话，你还讲会出来啊？对啊，我足爽快呢。阿妹啊，你哪又搁伫阿弟的房间是咧创啥啦？困难啦！我是来甲讲吼，因当厝长吼，下晡要来看工地啦。干嘛你来了？系啊，安尼吼，我就放心啊啦。我等一下吼，有一个约会吼，要出去一个啦。啊，你则帮我照顾阮妈妈啦。啊，好啦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雄有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。喂，乖啊！什么状况？今日乖就乖啊啦！我是要创啥？我问你，有一个真相是毋是住伫遮？啊，你是什么人？莫问我是啥，你家己住在就好。找我什么代志？爸，我是要甲你讲吼，关系妈妈吼。对未？住我的面头前，莫讲妈。哼，我就是讲哦，你要甲我讲，你要甲我讲完的杀做对啊。爸，你莫定讲讲完这个代志嘛，你会害伊吼救紧救甲死啊！爸，你莫搁叫我甲水花仔煞作对啦。你无听人讲，讲啥物啊？讲着我的了家伙是无？毋拿了家伙啦，某花红做乌龟的日子比死搁较歹过。好，讲完了呀，你是倒位学的啊？一寡有奇奇怪怪代事安尼。你讲我袂讲，我就甲你开了。我惊你，我惊你。喂，你遐上是毋是住伫遮？又过来啊，又过来。
你是什么人啊？你莫问我是啥，钱仔上人，钱仔上就是我本人啊。你就是钱仔上，村南人的。哼，你要找村人，你是啥啊？这位啊，这个敢若正当一罗马哦。我嘛是你讲的。我是村内因斗阵的，你最上来结拜兄弟。嘿，莫来接错啦啊！我怎唔知啊？如果是阿弟叫你接罗马来甲吓惊着啊？什么啊？啥物啊？免多假啦！假先，嘿，我内行啊，你知？嘿，这喙手嘛假着，这拖倒起来我怎唔知？来，哎呦，真系拖袂起来，这真正罗马。你想个看呢？我甲你要拖喙手，村人人呢？唉，查某人啊，千万都唔通踏错一步啦！啊，参一村人啊！啊，迄毋可再甲再讲吼，我情绪小好样啦！哪有你这么好心妇？妈，哎，阿妹啊，啊你甲阿弟啊两个人嘛互相意爱，啊妈妈也希望讲恁会当早一日有一个结果。妈，你都莫搁讲伊啊啦！你讲到伊我就生气。哎呦，其实恁两个吼，哎，到底是啥物人啊？哪会在凊彩走入人的房间啊？什么是人的房间？村人呢？对，人你家。是你，是你。我唔对，是阮村人。我你走3、4个月，总算我找到啊！我求你帮我耍。帮你耍！哎，无你是到底要对安怎啊？要对安怎？你欠阮大一笔小，要么该找到等趁钱拄笑啦。我袂登去，我比我袂。阿强，哎，小妹，哦，你这罗马，你无法无天，乌白惊人哦。等去，罗马是你咧讲的，怎啊？没有钱了。哎，阿佳夏。阿弟啊，今仔甲村人掠走去啦。哎，你真好大胆哦，来到人厝内底绑票掳人啦！我打电话报警，赶紧抓。黄小姐，你上我卖管闲仔事哦，影若无哦，影若无安怎？吹死呀！阿强，村人啊！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。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。我打，你敢欺负阮村人啊？啊！你敢掠人去关嘅？耶！今仔先生，多谢多谢。村人，村人。妈妈，我刚才互爸爸有去报的，啊无吼，你都有遐拢换掠去啊啦。真少，多谢。哎呀，三妹，紧，三妹。拍了安怎无？我紧来带你来看医生啦。免啦，唔免，你无看医生，我哪会放心？没有代志啦。无安尼啦，你先我明晨叫我倒一个，紧。唔免啦，免啦，我等下我房间倒里就好啊啦。哎呦，你离我房间休困者，哪有啥物关系啦？哼，拢来嘛有关系。但我这也唔是最好的房间。就是嘛，我也唔是招家讲，你哪使困你的眠床呢？对啊，那万年吼，你若死在我的房间吼，最好叫是我甲你害死。哎呦，
即若讲吼，讲互你害死，迄是无要紧啦。要不过若互家港甲你误会吼，即个罪我就担袂起啊。像家港的遮尔风流的人，我看吼，你摆位也是找袂着。甲风流哪会要紧啊？但总比人个太太哦，花啊甲讨客兄较好。啊，你讲水花啊？人水花哦是名花，心袂花呢。无像有的人哦，哎呦，名袂花哦，心是花落落，死给你诱拐查某啦。这样卖诱拐你就好啊。我哪会互伊诱拐咧？我都毋是毋知死个。不过恐惊吼，招家港的会变成第二个蔡基来。啥？你讲我害死起来啊？若是讲你害死起来，安尼就毋对啊。应该讲吼，你的热情吼，互伊受不了，啊，就啊蔡起来。你小到快回来啦！哎呦嘿，你两个是可以安怎啦？爱你爱甲阮的心加归球，等你等敢不敢记太阳球？别人敢有可能亲像我温柔可爱的模样，像我情深意重牵你的手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，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，从今放阮的爱全自由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，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